迎收看《狗狗广好会》，我是敏华。今天来到动物园，要带大家看一看可爱的动物。而说到可爱，就是等音虾，等音虾就是可爱了。不过，到底谁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呢？原来呢，这就是动物保育员的工作了。所以今天狗狗直击就带您看看动物保育员的工作状况喽。动物园里的善翁、动等音虾，但他们的生活到底由谁照顾呢？动物园里的保育员就是他们最重要的年二善翁，吃喝拉撒睡，统统都要保育员负责。保育员陈彦和说，整个园区有40只的善翁，光是准备他们的食物就得相当花体力。嗨，这就是我们的动物保育员陈先生，他是专门照顾我们的善翁，就是我们的山羊了。善翁，有点难念哦。其实照顾我们的山羊也非常不简单哦。到底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？我们要爬山上去喂食它们。它基本上住的地方，是在像这样的很陡峭的山坡上面。早上呢要喂它们吃叶子，下午要喂它们吃饲料。陈彦和说，其实跟善翁相处，得要知道他们的习性，不能够靠善翁太近，不然善翁也会没有安全感，没有得到善翁的信任，等因瞎改善翁，然不会发现。那每天上去还要注意观察它们的排便顺不顺畅啦，吃的东西有没有都吃干净啊，这就是我们每天的工作。看到动物动等因虾改容儿，但要让这些等因虾改动物能够健康长大，这些动物保育员可是幕后最大的工程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今天呢，我们跟着敏华来到这个动物园，看到好多可爱的小动物哦。因此呢，我们也学到了可爱的客家话形容词。今天呢，就让我们来复习一遍。来看到第一个词就是很可爱，等因虾，等因虾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这个可爱的山羊，善翁，善翁。第三个呢，我们来学到一整句话哦。来看这句话，就是看到动物很可爱的模样，看到动物當電影下嘅樣啊，看到動物當電影下嘅樣啊。其實呢，這個電影下這個形容詞不單是可以用來形容動物，形容人事物都非常的實用，大家把它學起來哦。好，我們下次見了，拜拜。